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將探討一個對每個家庭都至關重要嘅話題，點樣真誠咁談論生老病死。喺我哋嘅文化入邊，呢啲話題常常被視為禁忌，難以啟齒，但佢哋係生命中不可避免嘅一部分。我哋成日因為害怕、不確定或者唔願意面對，而選擇迴避呢啲深層次嘅對話。然而，真誠嘅溝通能夠為家庭帶嚟力量、理解同埋更深厚嘅連結。當我哋談論生時，我哋係喺分享生命嘅喜悅、夢想同埋對未來嘅期盼。呢包括咗對新生命嘅歡迎、對個人成長嘅鼓勵，以及對家庭傳承嘅願景。談論老，即係叫我哋思考點樣優雅咁變老，點樣規劃退休生活，以及點樣我哋身心健康。呢個亦都係關於尊重長者，學習佢哋嘅智慧，並確保佢哋晚年安康。病係生命中難以預料嘅挑戰，但係開放嘅對話能夠幫助我哋共同面對。我哋可以討論醫療選擇、護理安排，以及點樣給予患病家人最好嘅支持。呢個唔單止係關於身體嘅康復，更係關於心靈嘅慰藉同埋家庭嘅團結。最後，死係生命旅程嘅終點，一個我哋都必須面對嘅現實。提前討論身後事，例如遺囑、葬禮安排同臨終關懷，可以減輕家人嘅負擔同埋痛苦。呢個亦都係一個機會俾我哋表達對彼此嘅愛同感激，確保冇遺憾。開啟呢啲對話可能好困難，甚至會感到尷尬或者唔舒服，但請記住，呢啲對話係愛嘅表現，係為屋企人提供安心同保障嘅方式。你可以揀一個輕鬆嘅時刻，例如家庭聚餐之後，或者喺散步嘅時候，自然咁引入呢啲話題，從簡單嘅問題開始，例如你對未來有咩期望，或者你希望我哋點樣記住你。重要嘅係創造一個安全、開放嘅環境，讓每個人都能夠自由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諗法。如果家庭成員之間難以啟齒，或者對話變得情緒化，尋求專業協助係一個明智嘅選擇。專業嘅生命教育或者家庭輔導員可以提供中立嘅空間同引導，幫助家庭成員有效溝通。佢哋能夠提供工具同策略，讓呢啲敏感嘅對話變得更容易管理同富有成效。記住，呢啲對話唔係一次性嘅，而係一個持續嘅過程，隨住時間同情況嘅變化而演進。定期回顧同更新呢啲討論，確保每個人嘅意願同需求都能夠被理解同尊重。打破禁忌，開啟關於生老病死嘅真誠對話，係給予家人最好嘅禮物。佢能夠幫助我哋更好咁活喺當下，減少未來嘅遺憾，並建立一個更堅韌、更充滿愛嘅家庭。感謝你嘅收睇，希望呢段影片能夠鼓勵你同你嘅家人勇敢地開啟呢啲重要嘅對話。